所谓的我的适配的人跟真正的我喜欢的这个人的话，往往不是一样的类型。所谓的很多那种终身不婚的人，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原因？就是因为他可能那里面给他这个特征的人，跟他实际上最終他喜歡的始終不匹配，他就一直就沒有結婚。可以咁講，好多人咧，因為咧心目裏面咧中意嘅人咧，其實係可能佢自己係同命中裏面嚟講咧，呢啲人係我嚟講性格唔一定相配，就背景唔一定相配，無論工作嘅背景或者等等咁樣，咁志趣唔一定相配，但係佢係中意喎。咁所以好多時咧變咗咧係嗰個婚姻裏邊嚟講咧，就造成一個障礙。所以喺命理學裏邊嚟講就話，如果我哋能夠知道自己即係命中裏邊嚟講，我哋嘅另一半或者我哋配偶咁樣，佢係啲咩特色？如果能夠自己真係包容呢啲嘅特色嘅時候咧，咁就接受嘅話咧，咁我哋可能個婚姻會比較成功。喺現代人裏邊嚟講，好多人都唔一定自己接受命中裏邊俾你嘅嘢嘅，咁所以有時可能真係錯失咗機會。